第二组的来宾吴家。来，周瑞达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嘿，来介绍阮这边的哦是浙江的迄落啊，阮的队长啦，阿伯。阿伯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伯，是你。是哩，阿伯，恁兜嘛是处理吼。做处理的，嘿，我给他带阮三个厝内底啦。哎，真正这拢是真正有影亲人哎啊。呦赞赞赞！我边仔这位是我的太太。我想要讲，你讲，还蛮讲话。好，来个介绍你去。后一位是我的丈男爸，是坤哥。欢迎坤哥，大家好，欢迎坤哥。以后来过来，后一位是我的小姑啊，小姑啊。哦，安妮，安妮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这边欢迎咱队长丁辉啊。嘿，我丁辉啊啦，我想要介绍嘿各位观众朋友，这我三位祭祖，介绍头一位祭祖咧，嘿，阮太太，阿雄一世人，我所有赚的钱，拢去摕去。哦，什么名？什么名？基基啊，来介绍第二位的祭祖，这位阮丈母，是，我所有赚的钱拢去开去。一个负责开钱，啊，一个负责开钱。基母啊，我来这个厉害啊！好厉害啊！介绍第三位，就是我祭祖中的祭祖，吴子啊！是安那祭祖中的祭祖嘞？伊的职业就是招阮丈出国，招阮丈买包包，招阮丈买厝。什么路？我要看日本哩。什么路？什么路？六条通的黄河。六条通化水会简单，吴子啊！这两个家庭较是有影高水，希望所有的家庭拢会当参像伊咱，会当讲生笑，大家拢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。好，不过恁知影，咱这届是100万哦。哦，100万哦。好，不过摕100万进前，爱来先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学台语才有气功，咱的文化就旺旺哦。哦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哎，你啊学台语哦，咱的文化慢慢啊就会有旺旺啊。对啦，愈来愈好。是啊，那是拄啊讲100万的，哎，这咱甲讲规矩一下。哦，是，咱这摆吼，专家有智慧吼，拢总只要专家来讲台语，过3关，有初赛、复赛跟决赛，哦，过3关了，第1名就会使摕咱的奖金100万呐！100万啊，过3关哦！赞哦！嘿，好，啊，恁知影100万伫倒位无？已经咧现场啊！起码伫遮。哦，真正有恁看到。哇塞！对呢，对吼。这正呢，好，等我行动，等下，咱去上好啦。等下，咱比赛完，嘿，不过恁来过3关到100万哦。莫想遐济哦。我有请警察咧外口徛。嘿，而且这是真的哦。这真的。好，即摆今咱的第1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第1回合，美秀。阿雄，金一票。来，规矩甲大家讲一个。哦，是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答辩，每一个题目拢是美秀有一个答案，我有一个答案阿雄嘛有一个答案，是嘿，因两边拢来竞，是竞到答案正确的，就要得到1000块。哦1000块上这这回合才摕到6000块。 6000块。好，先把6000块摕来做底啦。好，我开始要出题哦。老师，咱请出题。来，第一条，请问
杨氏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是倒头秀。哦，是安怎倒头秀嘞？因为啊，杨氏杨唔是安尼吗？啊对，安尼就是倒头嘛。哦，啊收水是唔是秀？嘿，所以讲我的就是倒头秀。哦，啊那阿雄这边叫做死囡仔体。为什么人哦？无，我先甲大家讲一下，以前吼，亲像拄打出是红衣啊，还是囡仔，迄个水底内底吼，要收水一开始袂晓，但是这趣味的囡仔，你甲放在水的，伊骹就会开始一直弹，对吧？啊，但是这个时阵，大人拢会为后壁甲踏的，吼，啊囡仔就遐踢咧，吼，所以都死囡仔踢。哦，我是感觉莫去互伊骗去，所以美秀的答案是倒头秀。阿雄的答案是死囡仔踢。来，两队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遍。来哦，是美秀还是阿雄嘞？哦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熊，哈，咱黄甲嘛是熊，拢无人要相信我，是不是？起码是安尼。我就甲你讲，来，因拢是死囡仔，踢。我先来听，好，来竞赛，你看人生的啦，吼。我较早细汉时阵咧学游水的时阵，阮爸就教我死囡仔踢。我迄阵啊沙无，为什么这叫做死囡仔踢？我大汉才知影，迄台语就是人较早的人就拢安尼讲，所以我是有真正去用教过，所以我知影。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，来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死囡仔踢。来，两边分数都甲加落去，恭喜两边拢得到2000咯。好，因为这个仰式的动作，甲咱囡仔有无规身躯放轻松，啊，摕伫水里咧行，所以就叫做死囡仔踢。啊嘛，因为伊这个动作呢，咱的面啊，跟咱巴肚是要向顶悬，嘿，不倒顶悬。啊，跟咱人啊啦，仰水困摊笑共款，所以嘛，有另外一种讲法叫做摊笑球。老师，咱请出题。第二条，台湾俗语在讲。臭鱼人翁啊，青眉母是啥物意思？哦，是啥物意思？美秀这边是翁某卖伤计较啦。是安怎讲卖伤计较咧？就是拢已经做翁仔某嘛。翁哦，有当时啊会有某念吼，伊就叫做无听到。啊，某若你细念嘛，是讲翁要出去做代志啊，是做什么歹代志？讲啊，我跟阮朋友去啉酒啦吼。某就叫唔知。哦。嘿，就是安尼才会互相，就卖伤计较啦。卖伤计较。是。阿雄这边的答案就是吼，就是代表翁某的个性真麻真下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人讲冷交冷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动讲，啊稳固会使交动讲，为什么青面的袂使交迄个臭鱼人？安尼嘛对咧，嘿，即马袂当有迄种轻视人，别人安那。对，这是趣味啦。好，就看你啦。好，来，请选择。必须。阿雄，来哦。哦，你甲看，是，我就是讲哦，查甫人哦，就是欠念，啊，查某人哦，就是欠骂。是安那选我一定有因的道理。来，起码咱讲一下。这我就正确的，我细汉拢听阮阿嬷咧骂阮老母。哦，臭的人翁青眉某，你翁若无得，你爱当做青眉，啊，某若细念，你爱当做鱼仔拍安尼，鱼空咧摆。安尼翁仔某较会斗阵久。来，老师正确的答案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翁某卖伤计较。哦。恭喜两边拢各加加分落去。嘿，各加2000块啦！赞。好，来臭鱼人翁，就是讲咱做翁的人吼。恁某啦，真爱甲伊念，啊，你就听会着好，吼。啊，有时阵你爱甲假做啥？臭鱼人无听着，吼。啊，这青眉某呢是讲做某的人，恁人若有一寡歹惯势啦，吼。啊，迄个比如讲物件4加1啦，啊是三不的是爱对甲人啊那拾一倍啊，吼。啊，你得安那顾伊的面子哦，吼。有当时啊，你得安那。当作青眉无看到，安尼你还是有智慧的查某人，所以这句话是咧讲啥？翁某得安那互相体谅，莫伤计较，安尼家庭才会和谐。好，来
刷落去哦。来，咱老师请出题。来，第3条，若是讲到好心跋到肉色顶，是在讲人安怎？哦，美秀这边是落下。好热死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好心是毋是拢爱骗着？其实我唔知影好心会骗着啥。因若你只话咱水果若下，好心就来。来吧。咱若切什么菜较芳的，好心就来。哦，咱就两肉丝，鼎肉。哦，好心买底下飞咧，啊飞，可能是迄是个。淡面的我，我落落去，啊，就甲当作是阴生啊，无炒，我就油葱酥，嘿，啊，就落来，同款咱嘛是食落去啊，所以我感觉是肉丝。你是这边是肉丝，阿雄这边吼是肉丝啊？为什么？你想看卖？我是好心，我飞看到一点肉丝，我是都去甲当作白费下性命食，对吧？啊，若无人甲我看到，我一直食，是毋是食到一个过头的肉丝丢死？哦，好，咱来看者哦，咱即马请选择，到底是肉丝还是肉丝啊咧？阿雄，眼这边来啊！对啦。同款是。嗰是我真正。为什么？阿边，是。你感觉是肉是啥嘛？好心活落去肉色顶，啊，肉色人拢讲肉色安怎做？卤肉色嘛，用卤的，用卤的嘛。所以你甲看迄油葱酥是毋是有先好心？对啊，爱就活落啊，就肉丝啊。你个琪琪，是毋是常常有人讲你肉死，140公分？我来150个啦。150啊！对哦，你若要讲你爸是边仔迄个才肉丝，对无？是，咱就要来问一个爸是的，你看，好无？你嘛讲你爸，肉色就同款啊，是肉啊，所以我感觉是肉丝啊。对啦，啊，而且无迄好心肉丝了，你甲头切落来变好心头，另外一出菜啦，另外一出菜。咱即马做个菜去啊，原来我拢唔知是影这里啊。好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肉丝。哦，两队拢足好的，来分数甲加落去。两队拢分别搁加2000咯。这句是迄个热客单位啦，吼。意思讲你好心，你也跋落迄个肉色顶有无？啊，着烘卤甲死翘翘啊，吼。啊，这卤肉色的这个卤。甲迄个啥，足气肉，迄个肉两个共音嘛，吼，所以这句话真正意思是讲去互人也是啥代志啊呐，肉是吼，比如讲哦，这个囡仔定互人斗，吼，啊，迄个真正是好心跋落肉色顶，活要肉死，活要气死的意思啦。好，来，咱就要看两队的分数，看完哇，别强啦，别强啊，即摆分数是6000。啊，那咱。5家咧，5家嘛是共款6000哦。加牛哦，希望两队哦，两个家庭拢通啊同齐哦。愈来愈今日的第2回合，正港佚佗人。嘿，正港佚佗人。是。哎呦，佚佗我袂讲规矩进前。咱这唔是你上对上的节目，这是安尼是因为是好朋友，对，好朋友哦，啊你嘛袂歹啦，阿姊。其实咱嘛真欢迎哦，有这种年会来咱家报名，找朋友，是因为啥呐？通啊四界带去佚佗去游览吗？你讲偌好咧，对不？来咱这搁通啊摕奖金等去，嘿，即马吼要带恁去游览嘛？哦，咱这边吼，这回合这个单元就是带恁吼用镜头去看无同款的所在，有可能是台湾，有可能是世界，吼啊，但是吼，咱的题目就是在影片内底，你若只要知影伊是啥物所在，就紧甲头前这里油门甲吹落去，袂使甲阮讲答案。是啊，咱的迄落分数是分数，嘿，奖金这回合吼一题3000，上济4题摕到12000块哦。4个人，一人3000哦。好，来上个咱今日要去倒去佚佗咧？咱这边的题目就是，请恁讲出这个景点是咱台湾的什么市的什么馆？哦，2字哦，什么市的什么馆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
我有杀的吼。嘿，爸爸，你遐大力，哦，这大力健康啦健康啦无代志无代志。好来，爸爸，你感觉是什么市？什么？台南市奇美博物馆。奇美奇美嘿博物馆。哦。台南市的奇美博物馆。博物馆对。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台南市的奇美博物馆对唔对？恭喜！无念，好来分数。恭喜得到3000哦！啊，去到台南，甲讲到博物馆，这音乐歹读，博物馆吼。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台南的地标奇美博物馆。啊，这是奇美的创办人柯文良先生伫1992年创立的。啊，内底有伊伫世界各国收集的艺术品、兵器、乐器。尤其是伊迄个内底拜耳林的收藏的数量是世界第一的，吼！啊，伊嘛足无私的哦，吼，分享互济啊，无法度出国去参观博物馆的台湾人，会当就近参观。好，后来咱继续甲看入去哦。这影片的人，有影较想影吼，暗时啊飞嘛是有伊的危险度，对啊，不过台湾较想影水，就水的，是。好，不要紧，咱今日换人。我感觉啊，咱知道哦，咱第7季啊嘛，对无？咱设计有好无？最好用做个足水的，而且最适合阮两个，因为这医疗啊，阮两个叫做医疗啊乐团。我觉得医疗乐团，哎，阮两个合唱偌好听，你敢知？哦，你想要听哟？不，这两位哦，算讲是竞赛，吼，拢竞赛嘛，吼，真友好，拢最友好的，而且都做礼貌。我后头厝会当甲，嘿，甲因家己的家庭拢会合作的，这是有影厉害。绝招甲大家分享好，卖计较就好。嘿，真正。我是讲绝招是，我讲绝招就是吼。钱哦，爱有报管。对哦，这重要，这重要。看钱财，敢若粪土。跳的竞赛哦，这就爱紧的吹落去哦。有影。等下若看到紧的吹落去哦。好，做一个友好的竞赛。好，上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落来题目吼，就要请您讲出这个景点是咱台湾的什么馆的好啊？馆。哎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看到这条应该就知影吧，对不对？你讲遐咱有去过，但是啥物馆我未记啊，你敢会记啊？皮河馆。哎，你爱空呢？系啊，你爱空哦？我足空的。你有空吗？我空啊，哦，你有空哦。台湾上水的风景，你敢知影这是啥物所在无？请您讲出这个景点是咱台湾的什么馆的好啊？馆。哎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哎呀，看到这条就知影嘛。相对唔对？对不对？相声诶。迄边。来，阿边开始靠近哦。哎呀，你想慢，你想慢啊？看到这条应该就知影吧？对不对？这摆去佚佗过，什么馆？有捌，但是出过外景。出过外景。出过外景。我甲你讲，遐咱有去过，但是啥物馆我未记啊，你敢会记啊？迄个所在的名，你莫要交了。我迄个所在是外口呢。你莫交呀！你无用你的。应该是皮河馆。皮河。皮河。哎，你爱空呢？系啊，你爱空哦？我足空的。你有空吗？我空啊。哦，你有空哦。确定哦。会当安尼讲台语？是安尼讲吗？我空啊。台语是安尼讲吗？讲多一个馆。皮河馆。好，来老师，皮河馆对唔对？好，安尼甲卡落去。来分数。恭喜哦，搁第
了3000咯。来，这号是伫咱台湾海峡的顶面，吼，是咱台湾唯一咱4面环海的这个离岛，吼，啊，规个澎湖群岛大约是有90粒大大细细的这个岛屿组成的吼，啊，伊个大部分拢无人大啦。有人大的差不多19粒尔，吼，啊，迄个上大的岛就是咱飞行机坐到遐个啥马金本岛安尼。所以讲，咱即摆先甲影片看完。哎呦，妈祖，就是这水。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拢有去过手较慢尔啦。都会喊慢啦，嘿啦。袂，恁那场妈妈笑甲。我等去扣扣钱啊。袂啦，搁有2位啊，我子也袂起来啦。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咱这道具较是名真好，可以收多功能你看哦，嘿，拢有一个空间，你知道？嘿，啊，毋过哦，这较是有影快。新冠霸气大袂少，有看到无？大袂少。我咧卡霸是第感觉啦，是。安尼无安全感，袂使。哎，卡大是第感好。伊这2位拢是真幸福的查某，幸福的太太。好，来，即摆要拼落去是因为吼，差6000啦，咱就是吼，袂当去讲迄落啊，卖个牛啊，拼落去啊，好，免看，直接上啊。我牛你3秒，我直接上免看。你卖上无？好，来啊！来，咱今日去倒去佗？咱刷落来这题目咧，要互大家吼看卖咱这个所在是咱台湾的什么市，啊个什么街。哦，什么市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无可能。留你3秒哦。你有牛啊3秒吗？啊，你先撸落啊，个3秒。我先来按手。1、2、3。你先卖暗爽，你知影答无？你是家人市的。家人市的，你是家己的家人吗？高分嘿，老街。香港来的朋友啊！家人市的高分。加油！等下我请一个。老分大老街。老街。你真係聽起來敢若咧罵人啊！大老街啊！哎呀，我牛你放心，這絕對唔對嘅。了解，咱来問老師好無？老師，家人市的高分大老街，安尼對唔對？你是甲老師無聊啦，咪高分大老街拍死啦！好，不要緊。來，咱佫通繼續看，你就佫較知影講這是倒位啊吼。來，繼續佫看落去。泡茶啦。哦，就這啥你就知影嘛。哦，頭皮啊，阿妹茶好啊。你會使送落去啊？我會使送，會當佫搶。好，來，家人市高分啊，老街。哦，對。哦，好啦，老師，家人市高分啊，老街對唔對？咁家人。是家人啊。哦。呢個高分啊，是伫咱新北市的瑞芳，伊是一個足有名的山城，啊，遐有一條啥？咱要講老街、舊街攏冇緊啦，吼，就是咱的高分啊舊街，吼，啊是北台灣真有名的觀光景點。你看，若到假期的時陣，哇，規條這個舊街都鬧熱滾滾，吼，啊，尤其啥，真濟外國觀光客就愛來遮，吼，尤其是啥，日本人、韓國人。不要緊，咱佫有一位哦。嘿，加油！來，咱今日換人。好，来，即嘛是咱的是大人，五子啊，哈，五子啊，啊，甲咱的弟弟是扫落去，即嘛你的责任有较大哦，咱今日甲分数溜起来哦，啊，这边吼，咱就
尽量嘛是尽量，吼，虽然素食嘛是尽量，吼，好来，上个咱行要去倒去佚佗？是咱刷来这个影片吼，要请恁看卖啊！咱这是台湾的倒一个什么国家公园？哦，国家公园哦，来，咱请看。哦。弟弟知影？你即马看到这个树啊，你就知厉害。现在见者。好，你感觉这是什么国家公园？基础嘿。龙球啊，基础球啊嘿。花呀菜。合欢酸。啊？合欢酸。嘿，合欢刷。嘿，合欢酸。合欢酸，你确定？合欢刷。嘿，合欢。我本来才要甲儿童讲伊的台语比这只好太多，啊念伊就出包。不过你家想好处就是，该先韩国人咧讲台语，所以会使原谅伊。吼，这都真成合欢酸。合欢。吼，你确定？我来问老师哦，吼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合欢酸？哎呀，拍摄到。哦，好，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红乌子啊，撸起来啊！看起来有你看哦，不是，你看伊这是红哦，硫磺哦，硫磺哦，去倒位？阳明山哦，国家公园。来，老师是不是阳明山国家公园？哎，恭喜！好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啊！咱会当讲阳明山，嘛会当讲阳明山啦，哈。好，以前叫做啥？草山，哈。好，咱台湾现主是有10个国家公园，这个阳明山国家公园是伫民国74年9月16成立的，是台湾第3个国家公园。这个公园有足特别啥？火山地形，而且一年四季的景致拢无同款，离咱台北的市区足近的，所以咱的观众朋友，若来台北会当先刷去佚佗。好，来，今晚来看咱的分数。是，别惊，今嘛是12000块。好，咱5个咧，5加今嘛有9000块。好，了解咱个有分数，佮继续哦，哈，今来去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哇，厉害！来，恁甲看，咱有8个提示哦。来，阿雄，咱8个提示是男女、葱、白马、高雄、囡仔、铁路、鱼啊、菜市啊。是，即嘛咱哦，就5架先哦，温馨票，嘿，5架先来是。啊，这内底吼有奖金，每一个后壁奖金上少1000，上多15000。哦，好好紧哦，恁吼遮侪题内底会使有100个求救 call out 的机会。支援呐，哎，叫嘿，这个时阵咱的家庭都爱团结起来啊。好，丁辉你先算。伊这拢菜市啊。菜市啊，蹄啊，葱啊，鱼啊，菜市啊，对啊，白马是啊，黑白马啊，阮丈夫黑白马。哎，无定对哦。伊敢有写乌？我这内底我较有把握，可能是囡仔蹄，因为我有囡仔。哦。我先选一个囡仔蹄好啊。哦，无定就有内面的奖金真济。那若奖金真济，我就随用迄个求救啊，救啊，支援。好，咱来看哦，囡仔伊的奖金有偌济？嘿，这清查糊的都。这应该简单的啦，这应该简单的啦。哎，不过你爱迄落啊答对，才会当提升。回答正确才会使。好，爱正确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红衣啊出世吼会甲做杜贼，啊伊是偌大汉的时阵会甲做杜贼咧？哦，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对，嘿，杜贼毋就是满一年做杜贼？啊，我免哪回答，我直接讲7月。7月对啊，嘿，哦，迄个1岁的时阵满一年做杜贼。满一年的时阵对唔对？对啦，我知。来。可以，无白做啦。係啦，是。啊，搁迄個上爛剃頭毛，啊，搁迄個掠啥物？迄叫掠啥？抓周，掠零，下物件叫啥？我袂記咧。掠酒啦，掠酒，嘿啦，迄種有母過啦。有母過啊吼。台語唔是掠酒，但係我問者，再嚟問老師。上爛幾個月？袂記哩啊，但是這拄好較好記啊，這拄好，不要緊，獎金先甲加落去。恭喜得了1000咯！来，因为古早这啥医疗环境较无好，所以为迄个为红鞋啊，还未1岁就安那，就拍算去嘛袂少。所以囡仔若满1岁的时阵，咱就会甲做啥做杜贼吼。啊，除了会穿一寡新礼啦吼，啊，甲红姑来拜祖先，啊，外妈遐嘛安那送这头尾礼，甲红姑来甲祝贺吼。啊，拄则恁讲到迄有无吼，会去传一寡什么球啦，什么算盘啥，互伊安那去迄个刺灸。刺灸就是咱的抓周吼，啊，看伊大汉会做倒一道。来，免选做一我先试看卖啊，高雄好啊。高雄人哦，高雄安尼叫敬呢，我嘛是另外聊。你先敬男女的啦。我想要听你的。高雄，好，咱来看下高雄的奖金有偌济。哎呦！我你的奖金。嘿，多你的奖金，多你的奖金10倍，无唔对，哇塞！好，咱来加油哦！来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高雄以前号做打狗，你敢知影这个名是对日语还是对原住民语来的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日语还是原住民语？我试落去啊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日语。日语，确定？因为迄当阵日本时代时阵。迄当阵就叫打狗啊，王多尼，啊那伫个高雄应该无啥物原住民啊，无啦，规台湾拢原住民嘿啦，我台湾3部曲的，你知无？啊对，我厉害。我想讲你敢若青雕人尔。无，我本来要演台湾3部曲，尾啊无，停翕，尾啊无演到，会当讲。为日语过来对唔对？有无？你爱问啊！你爱问啊！你无帮啊！你就爱问啊！哎呦！你无帮啊！扣家己，没人的时阵，这大声，这正确的，扣呢，机器呢！哎呦！高雄以前叫做打狗，是日本的学者伊能家具伊的讲法啦吼。伊认为讲打狗这个名是为原来住伫遮的啥，这个平埔族马卡道族吼。啊，因的话啥？打狗来的。打狗。啊，这打狗伫这个马卡道族因的话是顶拿竹林啦，顶拿的意思，因为遐伊就发出者迄个顶啊。好，规片的顶啦，吼！啊，汉人佮叫这啥台语音，甲打狗甲翻做台语，所以打狗这名是为原住民语来的。万五的伫倒？嘿，伫倒万五伫倒？万五敢系伫个菜市啊？我感觉伫个铁路。哦。铁路我都无，我足久无坐火车，我若选铁路吼，我选菜市啊。好定就是鱼仔哦。鱼仔哦。啊，你有会收来收去无？收来收去，你演过迄个掠鱼仔的啊，外国人啊。我人。啊好啦，你今拢讲到安尼啦，鱼仔啦，鱼仔。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咱来看下鱼仔奖金偌济。哦。3000凊彩呼呼的都啊。哎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3000来赢。你个轻起来就赢3000来赢呢。系啊。好来，咱来看下，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种鱼啊改良了，或者台湾雕咧？啊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唔免开到10秒吧？免吧？这题敢是要侮辱我的智慧？来，什么话咧？五龟啊！
五龟啊，五桂鱼啊，五桂鱼，五桂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五龟啊，对唔对？来，分数先啊加落去。恭喜啊，得了3000咯！哦。来，台湾雕就是利用新的渔业科技改良过的五桂鱼，爱无像这五桂鱼有臭土味吼，爱鱼肉较厚嘛，较幼稚吼，鱼刺较少，佮会当摕来做啥沙西米吼，伊的鱼蛋哦有真侪胶质。就是胶原蛋白哈，佮会当做咱人工的啥眼角膜、眼角膜，伊的经济价值足悬的，会当讲是台湾之光吼。伊唔但得到国内的国家的国际的认证，佮外销去美国啦、韩国啦、日本等等这个国家。好，来换你哦，变。哇咯，边个？未出来哦，万哥未出来哦。你背好啊。要算啥？你都黑白算黑白，伊是甲你讲黑白。你无你注意哇，你就紧点注意。黑白对啊。啊无，咱选一个长啊好啊。好，长啊哦。好，咱来看者长啊的奖金有偌济？什么？哎，你拢选贵耶！我想讲选一个长啊，较俗的讲。长啊哪贵啊？哎，长啊真贵啊！长啊哪贵？今嘛红太了，长啊菜偌贵，你知无？一斤200呢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不要紧。佮你还未支援啊？还未支援。嘿，所以讲咱先看题目。好，来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头板仓过好翁，你敢知影台湾头板仓的这个风俗是伫咧倒一个节日才去办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要支援。哎啦，好巧，要支援啊！好来，等2点。好，来，我要支援。来支援啊！迄个小可。有人看到啦，支援啦，讲话啊！你虾米玩？你鱼丸啊，是鸡丸还是霸王？鸡丸，飞机丸，嘿，头班仓，过好翁，我跟你是打一个节日。咱有捌去看过哦。哈？咱有捌去那个博物馆遐看过哦。爸爸咧想你拖一丝啊时间，差不多2点前就到。人家见笑，我拍过。你紧啊！紧啊！我拍这个戏我拍过。你的这个你捌拍过？但是你嘛想袂起。上久啊！出来，快紧啊！你丢人咧想啊！大节日啦，大节日定一个。我好像是个节日啦。应该大节日啦。头班仓过好翁。哎我。要起来啊！我别讲，10秒哦。来，你的答案是啥位？25节。啊？端午节。哦，5日节啊，5日节啊。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5日节对唔对？我叫你选清明，你无。中完了啊！你若是要过好翁，一定要知影这题。来，你的答案是啥位25节。啊？端午节。哦，5日节啊，5日节啊。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5日节对唔对？我叫你选清明，你无。中完了啊！什么节？是中秋哦，不是中秋是端午。来，咱俗语讲头班仓过好翁，是因为啥？仓啊的仓含啥物？含这个红色的红，因两个音共款，所以较歪音吼。啊，这是咱以早台湾民间的例啦吼，讲若还未结婚的查某囡仔，你后摆想要嫁着好红婿哦，你得爱啥物时阵？元宵暝哦，走去别人的菜园啊，甲人啊偷烤肠啊，安尼后摆你就会当嫁着好翁，所以这是啥？元宵的风俗。不要紧，今嘛换你拿，这是你的机会啊！好来，15还未出。总世界机会啊！够15。我拄好想要选菜市啊，无选到，我即个选菜市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菜市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嘛袂歹哦。上贵是15,000吼。15,000啦。安尼我小论一下，我先卖用。嘿，一摆机会嘛。我先一个人来去洗菜市啊，洗看卖。好，你去洗看卖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
台湾查某人菜市仔名的冠军是淑芬还是淑慧？你的地位爱来哦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淑芬还是淑看你的慧？地位哦。淑芬还是淑慧？我10秒嘛，我试落是10秒晓。嘿，啊，我若无试演几秒，无赶快10秒。已经要无啊！走，讲。淑。慧啊？淑慧啊！淑慧啊快！点。我唔知啦。小辉较济，你身边拢无少人吗？你想我看吗？有拍戏的时阵，有一个足爽的名叫淑芬啊。淑芬，我拍戏内底有人用淑芬，用淑芬的人较济。啊，我咧想讲这题目吼，拢足干的啦。好，你感觉是淑慧哦？啊，就算拢算啊，袂当改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淑慧对唔对？啊！伤济，唔是，这啊！好，来有影想济吼。来，根据统计，咱台湾叫做淑芬的偌济人咧，要活32000个人，排第一名的。啊，淑慧排第2，啊叫做美玲的排第3。美丽，对，所以为民国99年开始，淑芬这个名就一直是咱菜市仔名的冠军。要紧万五还袂出来哦。万个我袂出来哦你。1%多少摕到啊先？慢价出来，咱先来看卖啊，男女好啊。男女男女，好，咱来看一下男女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嘛，袂歹哦。袂歹哦。好，来，会当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讲阿华是美秀的东西啊，安尼阿华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？哦，哎，这简单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简单呢。就简单的。当啥？当谁啊？当三亚是，机会袂使啊！嘿我的答案是嘿查某的。查某的对唔对？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到5000咯！哦，搁头一条。来，东西啊，就是走梨嘛，哈。嘿。啊，比如讲，我若要迄个甲别人小解，讲啊，阮小姐来补，我就讲哦，这阮小姐嘛。啊，阮两个是啥？东西啊，啊，所以这东西啊，就是查某的。万五啊，袂出，毋是铁路，就是白马啦。起码就爱15000甲算落，对压力才会出来。对，这目才有高调啊！嘿啊，我唔对。高调，进入最高调。我甲你讲，我一开始就感觉白马怪怪。哦，因为先骑白马嘛。因为阮丈母足爱学白马。所以你想这白马？白马要甲吹落啊白马啊！15000就藏咧白马内底。白马嘿啦，奖金有偌济？你这开就歹呢。无，我这题若赢，伊等下若无着，我嘛是有机会啊。嘿，对，安尼想就好啊。咱放轻松，高调高调就来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看高调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《新骑白马》这条歌曲内底讲的是倒两个人的故事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几万，好，来，7万。哎，先小手。哦，来，该换所以哦，为着内面无写着啥放下西凉，无一心只为红宝川。两个哦，四边鬼，你有看无啦？四边鬼跟啥人？王八川，哦，大阪兽医啊，起码问你人名，唔免唱嘛紧。四边鬼跟王八川，哦，他是护心汉。听听妹啦。好，无唔对，我听张妹。好，咱来看四边鬼跟王宝钏对唔对？高清的，老翁老贵人补头刀呢。新骑白马，这歌是咱徐佳莹小姐所唱的，啊，内底有唱到这个我新骑白马，有无？恁拄啊唱2遍啊，吼，啊，到啥？上尾一句我一心只想什么人？王宝钏。所以这个歌曲内底讲的就是唐朝的时阵，四边柜加
苦修寒药，几档18档的啥？王宝钏2个人的啥？爱情故事。今嘛来高调的，高调的来啊！高调就阮这边啊。 150的铁咯，去咯。到底是高调还是台湾调咧？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去咯的奖金偌济？好，含笑来，咱请出题。清朝的时阵，老兵团伫咧台湾起的铁骑路，是对家人开始过台北，上尾啊到倒位咧？哦，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上尾啊到倒位咧？家人开始。过台北，一直到南到倒位？家人过台北，啊，就过南部伊啊，南部，选一个南部所在。哦，台南，嗯，确定。敢武侠对不？敢有这样？无你爱想看觅，迄阵啊拢爱载啥物物件，爱迄铁骑路开去倒。你是要赢就对啦，系啊。家己朋友啦，要紧啊。家己朋友好。拢家己。再查。这回车过蹦卡。卖唱啊！我先钱。再钱。搁钱爱花钱啊！我来花钱啊！因为要用火车载迄个 Hinoki 嘛。是。哦。所以应该伫咧家己。有可能。哦。反正你会对。好，来家己对唔对？好，来，咱台湾上载铁路是咱台湾第1任的巡抚老兵团所起的吼。啊，原来伊是要为啥家人一直趟去拄到阿边，原来想的啥物？台南，原来是安尼。后来因为啥？老兵团落任。哦，伊的任期到啊，啊，甲中华迄段的工程歹做，吼，落尾怎做到对呢？新竹尔，吼，对，啊，1887年到1891年，因升做家人校队台北这段，吼，啊，1893年11月，台北到新竹这段才起好，啊，总共设几个站？16个站。有106.7公里遐长，是唔是？不要紧，来看一分数。是，咱即马先看咱北京即马是17000。哦，啊那咱黄甲即马有22000。来，咱先等去找某一个。啊是某，你温暖，嘿，温暖的输来22000哦。好，进来咧，10秒1000支。10秒1000支。大家动脑筋。嘿，来，咱即马看咱的奖金偌济。哦，咱即马奖金是22000哦。22000，不过这是秒数的问题哦。22000有几秒？都是22秒。没有啦，一开始就考啊，我多。袂，虽然吼，阮第1季甲即马第7季啊吼，我甲你讲，阮制作单位拢足大方的，佮甲加落去，拢加30秒互你啦，哦，变52秒。咱第2季的时阵同款拢无变，吼，咱一定爱赢。过3关就好。嘿，咱这3关过3关就好，不过咱这个回合有3题。了解。速度真紧，你看到、想到，就紧来讲。你一直讲，我一直试，我一直讲恁的啊。好，恁那一直讲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第1题。好，咱几个字？几个字？3个字。 3个字，即嘛有52秒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1个提示是水。水。第2个提示是4大天龙。哦，4大天龙。第3个提示是马桶。老建华。哦，正确。我本人。速度够紧哦。 9秒。 即马够有43秒，43啦，吼，好来，后一题有几字？后一题有3个字，3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第1个提示是寒着，第2个提示是惊着，第3个提示是皮肤顶面，紧嘞，起紧，不是，起水紧，起杯大，足冷的时阵，起码又搁互黄丁辉爆发咯，黄队会当提走奖金无？ 请开
开始。第一个提示是寒着，寒着。第二个提示是惊着，第三个提示是皮肤顶面，第四个提示是一粒。不是，过来，第五个提示皮肤欠水。今日啥物白紧讲啊？起什么？进来。起劲，不是，起水劲，起肥蛇。就冷的时阵，加恁准。哦，恁这两个老的，家母皮嘛袂晓，搁去补下坐表去。起嘛。哦，老死。就甲你讲一个社会啊，连家母皮嘛袂晓。我天，当五子啊，就咁简单呐。你好加油！这题开15秒，若无我再甲起码摕啦。好来第三题啊，加油哦！尾啊一题加油哦！好，把握起来，这题有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提示上河，第二个提示东山庄，好，第三个提示第二个猪八戒，哦，第四正确。猪八戒跟上河啥关系？伊就是因为咧天顶吼，要甲上河食豆腐，哦，才互人拍落去汉奸变成猪八戒。哦，对。好，来，咱今麦看者奖金搁剩偌济？哦，够2万啦！好，来，今日咱今麦来去颁奖。哦，来颁奖，来颁奖哎！你唔是讲你拢，你唔讲拢交予伊？对啊。系啊，伊讲交予伊，不交予伊啦，无紧啦，手机还一个开机啊！我甲你传一地啦，来，我金牌啊！两道杠来。是。哎呦，真正恭喜因，即摆第一关，够2关，够2关就100万来就100万啊！是啊，有啥物感言要讲？感言哦，嘿，感谢。莫开啊济啦，小秀一个啦，小秀一个。嫁等于读册啦。啊，对啦。他走去读册。家母陪拢袂晓你。跟你家母陪。好，今日嘛，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。谢谢。好，大家爱讲台语哦。好，专家有地位。讲台语摕100万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邓威，谢谢琪琪，爸爸，感谢鸡妈妈，感谢何子啊，感谢子啊，谢谢天哥，谢谢小可，感谢坤哥，感谢小弟，谢谢。